下流无耻！你竟然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来竞争！现在知道有点晚了。你知不知道我拿到这块地，我就可以订婚了？有那么多的地任你玩，你为什么偏偏选这一块？你为什么要破坏我们呀？你订不订婚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我哪知道你有这么大的事儿啊，小姐。你是怎样的一个人，我很清楚。你可以继续玩世不恭，你可以当你的行尸走肉，因为你的寂寞路人皆知。哦。你可以不用追求幸福，但请你不要破坏别人的幸福，行吗？算我求求你了，行吗？无聊。喂，不玩了。哎，你说这笨女人还挺有意思啊。什么？哎，怎么说来着？玩世不恭，行尸走肉，最后一句怎么说来着？你的寂寞路人皆知哎，你去哪儿？去找人生目标。别闹。你别闹！喂，我们上一次是什么时候？10年前的圣诞节。为什么？我不知道，神经病吧？哎，有病！你有病！你有病！我去你的！我去你的！谢兆浩，我去你的！乔继云败家子儿！你混蛋！你混蛋！混蛋！你混蛋！败家子儿！败家子儿！你混蛋！你混蛋！你个大混蛋！喂，婉晴，恭喜你啦！我是来雪，不知道有没有时间见个面呢？我现在不太方便，我在外面做采访呢。是吗？就这么不想见我啊？我已经在你杂志社前台了。好久不见。好久不见。好漂亮的戒指啊，林天送的。我们订婚了。好傻啊！我老公送的，我结婚了。这样你就不会担心我是回来抢林天的。你看起来过得不错啊。还好吧，我老公是个小商人，经常要出差，我也跟着他跑来跑去。他有些生意在这里，所以我也回来过几次，也知道一些你和林天的消息。一直没找你们，是因为不想打扰你们。交代完毕。没想到你的个性还是跟以前一样，直白。你们什么时候订婚啊？应该很快了。你会来吗？婉晴，来，送给你的。我记得你以前很喜欢插花，虽然这个花瓶不贵重，就当做是我送给你的订婚礼物。谢谢。见到你们幸福，我就高兴了。
那你知道凌天的母亲吗？我听说已经去世了。哦，看来他还是没把所有的真相都告诉你。凌天的母亲还活着。当年他父亲很穷，他母亲受不了，就跟别的男人跑了。过了很多年之后，凌天才打听到他母亲的消息，听说是去了法国吧。之前我陪我老公去了趟法国，很偶然的碰见了乔氏集团的董事长乔继云。乔继云，你认识他？我之前见过他一次。哦，我那个时候看到乔继云身边有个女的，大概50岁了吧，我以为是他太太，可我老公说不是，是女伴儿，住在法国。我怀疑那是凌天的母亲，因为实在是太像了。这是凌天母亲年轻时的照片，那时候凌天给我看过，所以我就拿了一张。凤仪，那是他母亲的名字，姓什么就不知道了。凌天他不想多说，所以我也不敢多问。可是我知道乔继云过2天好像要去法国，应该是跟他有关吧。如果是我就会想方设法接近这个女人，然后问清楚她是不是凌天的母亲。唉，凌天一生孤苦，从小就没有亲人。如果能让他们母子团聚，这个男人会幸福很多。而感到幸福的男人，会让身边的女人也拥有很多幸福，就像我老公一样。我明白了。最后，我再给你一个私人意见，这件事你不要让凌天知道，我是不想让他希望越大，失望就越大。当时是我离开他的，如果事情有好的结果，那就当做是我对他的补偿，也算是我送给你们的订婚礼物。婉晴，你答应我，不要告诉他我们见过面。我不想再见他，因为我不想我老公不高兴。好，来雪，谢谢你。等我一下，我去一下洗手间。是在这儿吗？不，那边。你那边怎么样？这个女人在超市里面，好像也不知道要做什么，看上去还挺正常。好了，不讲了，上飞机了。好好玩啊，我想你啊，